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提出一项要改组和甲员工时头路的计划，原因是因为即马美国宣布要退出 WHO， 造成 WHO 无钱。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因为美国拒绝纳2024年和2025年会员的费用，所以造成 WHO 即马欠钱，可能有25%员工会受影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承认了，就拒绝纳世界卫生组织2024加25年的评定会员费，而且差不多冻结美国所有的对外援助，包括对全球卫生计划大量援助。对这种情形 ，WHO 秘书长谭德赛打算把这么76个部门减到剩34个。The refusal of the U.S. to pay i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for 2024 and 2025, combined with reductions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y some other countries, means we are facing a salary gap for the 2026-27 biennium of between $560 and $650 million. 谭德赛讲，这差不多是25%的员工成本，不过无一定要裁员25%。第一批要裁是高阶管理层，自12个缩减到7个，部门的数量也会缩减超过一半。另外，谭德赛也对会员国家同意慢慢提高会员费用表示感谢。WHO 预算2年总计60亿美金，其中美国伫2022到2023年出12.8亿美金是上大出资国。不过，川普一上任就宣布，美国将会伫咧2026年以前退出 WHO， 也个指责 WHO 伫咧处理疫情甲其他国际卫生危机方面的失当，必须 WHO 就要改组缩减规模。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写。